再来看最新的消息，高雄市长韩国瑜呢，今日带市政府团队去到港澳中国参访一礼拜。中昼先甲这个香港特首，也就是林郑月娥见面，下晡2点去到香港会议中心，要推销高雄的农特产品。现场的情形，请这个华视随行记者王美雅跟咱讲，美雅。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啊，那么高雄市长韩国瑜呢，第2站呢是来到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这边，要进行一个农产品的推介以及签约仪式哦。主办的单位是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通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在现场是聚集了非常多，大约有超过80家来自各地的媒体，所以现场现在即便是刚开始在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而这一趟呢，来到这个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呢，主要呢是跟他们进行这个友好合作协议的签署。那么由高雄的经贸团呢，跟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这里呢来做一个联合的签署。那么就是签署之后来推动呢，相关的一个采购，高雄市农产蔬果以及加工品、水产品等等的合作事项，来推动高雄跟香港的合作以及往来哦。那么根据上面的资料，他们是说呢，这边大概有跟中国一起呢，会有14亿人口的市场哦，因此呢，这个年进出口的总额呢，超过了10000亿的美元了。因此，这一次的这个农产品的推介会呢，其实呢也被高度关注。而我们在现场就发现了，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媒体也相当关心这一次韩市长到香港来参访的每一个行程。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现在是在现场的最新状况，将镜头还给彭磊主播。